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到嚟鯊魚先生講故事。今日我哋會講嘅故事係爸爸快起床，爸爸起身啦。作者阿文。早晨啊，我最中意啊就係朝頭早啦，有溫暖嘅陽光，清新嘅空氣，仲有小鳥吱吱吱，好美妙嘅歌聲啊！但係啊，我爸爸呢就唔中意朝頭早啦。佢每個朝早呢都係好眼瞓咁樣，仲好似呢有啲呆下咁添啊！睇下爸爸滾瀉咗佢壺咖啡啊！呢個就係啊，點解呢？我哋每個朝頭早啊都要從山坡上邊嗖一聲向下衝嘅原因啊！小獅子捉住啦！哇，好快啊！睇下，全部鄰居啊都望住佢哋啊！雖然我知道我哋咁趕出門口係因為爸爸每晚啊都做嘢做到好晏，但係啊，今個星期六我決定啊就要嚟叫爸爸起身。爸爸，咦，冇反應嘅，拉一拉佢先。爸爸，哇，好重啊！拍下佢先，啪啪。爸爸，小獅子忍唔住爬上去，然後好大聲咁叫爸爸。哇，爸爸咧終於醒咗啦。小獅子繼續就話啦：爸爸，我哋快啲出去行下啦！小獅子咧同爸爸經過市場，嗰度有好多香噴噴嘅味道啊，所以咧佢哋就買咗啱啱出爐嘅麵包做早餐。之後咧佢哋經過公園，嗰度有個樂隊喺度演奏美妙嘅音樂啊。公園裏邊嘅人呢，仲邀請佢哋一齊跳舞添啊！之後呢，小獅子同獅子爸爸就一齊去超級市場揾晚餐嘅材料。小獅子最中意啊，就係呢喺超級市場裏面玩嗰個係咩嚟㗎嘅遊戲啦。當佢哋呢走出咗超市之後，哇啦，出邊啊竟然落起咗大雨啊！佢哋最中意就係落大雨啦，好好玩啊！衝返屋企啊！返到屋企將身體抹乾之後呢，小獅子同爸爸就一齊做啲又簡單又好味嘅料理。佢哋今日煮嘅係牛油果三文魚拌飯，材料有三文魚、蛋、紅洋蔥、牛油果、菜、檸檬汁同埋豉油、水同埋蘋果汁，仲有飯添啊！好似好好味咁喎。食完之後呢，佢哋就爬上屋頂數星星，但係啊，星星實在太多啦。小獅子就話啦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哎呀，我啊都未數到咁大嘅數字啊！所以呢，小獅子就覺得越嚟越眼瞓啦。喺夢裏邊呢，爸爸就同小獅子去咗外太空旅行，佢哋啊一齊拜訪咗好多美麗嘅星球。而第二日朝頭早，小獅子就發現，咦，爸爸竟然喺佢張書台上面瞓着咗啊！小朋友啊，如果你係小獅子嘅話，你會做啲咩呢？小獅子就攞咗張被冚喺爸爸嘅背脊上邊，就話啦：晚安啊，爸爸，祝你發個好夢啊！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小朋友啊，唔知道你哋嘅爸爸同埋故事裏邊嘅爸爸似唔似呢？如果你爸爸喺你側邊嘅話，快啲俾個大大嘅擁抱佢啦！如果你哋中意呢個故事嘅話，請俾個 like 我哋，然後訂閱我哋鯊魚先生講故事呢個頻道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